明仔4月7日是言论自由日，也是陈南榕自焚殉道35周年。陈南榕基金会伫台北228国家纪念馆有规划特展，今仔举办记者会，副总统赖清德毛到位。南榕不只是伫理念上主张100%家庭自由，其实伊嘛是一位行动家，社会运动的行动家，就是讲现主席的言论自由。 虽然讲伫国际上的比较，咱的成绩真好，但是咱有也受到真大的威胁。所以未来520我向美琴就职了后，阮有几项重要的工作爱做。第一就是坚决守护台湾的主权，因为民主人民做主，有民主才有自由，有自由才有人权啊。但是你若无国家的主权，人民 都无机会做主。4月7日，明仔是自由时代12发行人陈南榕殉道35周年。陈南榕基金会举办100%言论自由、陈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。副总统赖清德有到位，伊表示，有陈南榕的行动，才有凝聚社会力量，才有今仔日的台湾。赖清德嘛讲，520就职了后，伊会继续坚守台湾的主权，检讨过去的错误。新政府也会继续落实转型正义，为受害者平反。